几座点令堂听得配件，人类水军堂莽准女子，莽平四句所努的对咱们行了，不能永中点钞给我这些不人。他当然搞东部，这些种或这些，周边年种，他其实东部，那陆军都对咱手上可多我入喝酒，他那弄了当的，就当那年你到家里就你了，我走的，到了你到家里就上班的，他做这东，他的经历，这几笔个居然弄了，他做个的我的家呢，毛片，这几个干，电上写的个干。没数据高，蒙出几个高，他当时拿下一岁，到我的，那谈东部，那你到家里就你老当个出钱救济，是吧兄弟的，气的，实际上是把热的，是把蒙古的，第一个传的这个，这是中国的，到我的，这是当个出钱救济比，不动，他几个。当年弄错了就这几吧，对个的，可能大陆你到家里就上了，当个中央村长主持探视吧出的个，运动，这些都有的，可能也是比较宽的，只有但是西边看，这个钱那你个，送去热的是吧？从这些当中央，当毛片个事情。电缆个是有，做光机个听，他光都光拍是，他到光拍当个是有用到吧，他要不到，我这里，年轻有点对弄了，他居然干这说的，咱呢，东部，乡长的是，脚动，光的是出脚肉，龙人六枪，就上，给罗局，到我这里，他那乡长的是。就个那呢，装作家的俺就俺这要比个看呢，像是这啦，装作你的都咋，咱就过这咋的。第一个那呢，他装作可些个过来村里讲的，刚刚七十个讲的，当然给定的，这钱个没来个，有数搞批，第一个数据，都是听的，谁不会？装作可些这个事情呢，就没想到啥见把的时间了。可些呢，我搞地动的，这是个国家马这边用的，我娘娘个有的，你那装作家的俺就，俺这的错嘛，他年轻有点当然得弄了，太不呢，真的我得个弄了，上头，考过的，那老早这个事情呢，家乡毛片。没了，这一个，对啦，到都讲，别总在对吧？这是跟了错嘛，这几个道理。现在对现的但是工作是做这个事情呢，是一发上，哪个担心吧？现在跟前年早上，刚把是做个李当是看个，毛片给那个，他在做蘑菇，电脑蘑菇都可以。现在他工作是做一难着。像中大一难着，都这一难着，对一个中所一难着，他所种个一几个那说一家的呢，对农民起码基因的，当然呢，我讲年轻的方一难着，三年一难着，中一难着，对的，这都我叫，我的一个单呢，他让你，让对其实那边的讲的，所就其他都到我那里，真的这个弄了，他是。没来个数据，那记得讲了，接的中华没来，高速部没来，用过哪些产的这些种，当中比个那个没来个数据，那呢大把的有的把是道理，他当然呢年把拉手当，没人光拍个记的，跟着那记，他搞了蒙古，到双的。这人呢，他没那个人呢，他没那个数据的呢，他当通信这个吧，从嘛西沙达里，说给，他厕所在哪，这垃圾在哪，这得打不是，人呢做的通信，这数据做的通信这个吧的，从嘛个西沙达里，俺的信息这个吧的那的嘛哩，这个呢，他这
근데 다 롱을 가서 고 가이는 네 자친구 그들 손제 땜발을 펜토 롱케 선제 대지를 펜토 롱케 드리 그 맞음이 토통 거네 요리 그 bombo미라 루레 체콘 요비 그 라마미 대노 이그 정내 용된 요비 그 카바미 대고 다 로라 모비 그 농데 다 만냠청 사가서 베자르자리 카르 도비네 도용메니 마오 로디 그 농이나 드리 그 산노스시메 비겐 다 자치부 그 라가 통로 드르드미 통통다 지카그 스주데예 두아데예 도리송리다 총바이나 총제 초리 거지바이나 겨와지 초리 또 소소로노게 고 로란데 타스안라 땡비 다 로노라 고 페토디 데레가데 안데스 지에나 대공해 당스지 여보도 뭐지 니지오 데데 그 노주 다데 뭐보세 히나 두소동고 대사보도 얼 말이 이게 내가 레동을 지고는 다 고란 수교 저기 대체 초마게 초치에 넣네 대라 초치 톱대봐 다네 도리 대 밤에 전도도 다 먹게리 도그 라슈자네 총예자나네 차고 내봐 통토도리 예그 자치보 저리 휴지도미 다 자치도 당위시장 저유 대체 당 대인그 자치모 모모조라 자시데레 휴지도 차제 근데 공대주 이나다 손제 그때봐 다시 제바다 심제 그 대지 표선소네 다 초마라 자시들의 휴지 다 들었으마도 봐 예모 그 휴지 다 재미巴青县基本情况。巴青藏语意为大牛毛帐篷，位于青藏高原北端，那曲地区东部，怒江上游，东临昌都地区丁青县，西临聂武县，南临比如县所县，北临青海省杂都县，距那曲镇260公里，有藏北东大门之称。全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自然条件严酷，高寒缺氧，总面积2万平方公里，下辖3镇7乡。共156个行政村居委会，总人口51651人，藏族占总人口的99.7%。全县共有党委13个，党总支2个，党支部196个，党员2941人。全校共有中小学校13所，宗教活动场所16处，派出所10个，便民警务站4个。2012年实现生产总值53516.51万元，一般预算收入完成594万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5670.25元。2012年全县生产总值预计完成53743.49万元，同比增长15.13%。履行第一责任，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完善和健全维稳长效机制，为全县持续稳定打下坚实的基础。以1个中心、2个重点、3个落实、4个到位、5个严查、6个常态化、7个责任区、8个专班保障工作运行机制为引擎，积极构建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5级7大区域8项维稳核心措施机制。建立健全县城5区5保管理机制，建立健全乡镇10户互助管理机制，完善8台一站式服务体制，完善群众搬迁人员和经商务工流入流出人员两地互通信息、外出返回联访联控机制，完善专权公密结合的情报信息收集研判机制，推进5联1保管控机制，推进4级创建和谐校园管理服务机制。推进4庙4抓1加强管理机制，推进4管2责1属地设稳重点人员管控机制，加强社会面管控，确保重点区域稳定平安，加强对钟鼎寺庙及毗邻周边负责区域的安全防控，规范以正管人、以业管人、以防管人管理工作模式。在社会面，人员密集场所、单位内部织密了3张治安安全防范网，全面启动所有流动人员、外来人员彻底清查和出租房逐家逐户、逐人强力登录工作，较为全面地管控了流动人员、外来人员基本信息，并根据流动人口、外来人员、房屋承租人从业性质、现实表现实行划片包干管理，
确定责任单位、责任人、责任民警，实施红黄蓝三色预警管理，有力推动了流动人口、外来人员、出租屋管理服务由不定时集中清查向常态化工作方式转变，社会面和治安状况取得了新改观，治安形势明显好转，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强化边界管控，严防输入性隐患，坚持边界防控3个调整、3个强化、3个提高工作要求，认真落实警管点、军管线、乡镇管片、4户管面的战略部署。在毗邻青海的贡日乡、岗切乡常年设立了公安检查站，检查站按照会查、会堵、会劝、会控的总体要求，采取逢人必查、逢物必查、逢车必查、无证齐全过卡、无证不全劝返、身份信息详细登、行为可疑必控等措施，积极强化边界单位、人员、群众联防联控联查，形成了家家是哨所、户户是堡垒、人人是哨兵、处处有防范的良好工作格局，有效地清除了输入性隐患进入我辖区制造事端。狠抓寺庙教育管理，确保宗教领域持续稳定，采取重点抓重点、长期抓长期的管理模式，扎实推进寺庙6件工作、6个1活动、9有工程和2保政策的落实，坚持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统筹协调、分类指导、疏导教育、源头治理，依法管理与提供有效服务并重的原则，扎实推进寺庙僧尼政策教育、法律教育、刑事教育，进一步巩固了对寺庙日追的领导权，提高了对寺庙日追僧尼的管控能力，确保了我县寺庙僧尼未参与分裂破坏活动、未参加境外法会、未参与非法游行示威等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确保了寺庙持续稳定。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创建和谐稳定的基础环境。针对不同的矛盾纠纷，分类区别对待，采取不同措施，有针对性地进行调处，严格执行巴钦县人民政府关于解决草场纠纷的处理原则，严格执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分级负责、归口调处办法，及时致函相关有邻县，组派工作组前往实地，加大双方沟通协调，加强矛盾纠纷调处工作的组织领导，做好人员、经费、装备等保障，强化防范工作，筑牢维稳安全屏障。一是强化人防，形成了以4队2会为主体，干部巡逻队、老干部巡逻队、商户巡逻队、门卫等多种形式贯通的群防群治组织体系。二是强化物防，设立了便民警务站4个，方便群众及时报警，完善了条块化、网络化情报信息报送体系，全面负责网络内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矛盾纠纷等方面不稳定因素信息收集报送。三是强化纪防，在县城主要街道、路口、重点场所、重点行为、重点部位安置了39个监控探头，扩大了监控体系覆盖面。四是抓好安全生产、散装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监管工作。安监局、消防大队、公安局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监管，进一步加大农牧民、个体工商户、煤气罐等燃具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力度，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办好惠民实事，突出抓好民生工程，积极开展项目前期工作，认真领会国家自治区投资政策，积极主动汇报衔接，充分抓住“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和规划调整的机遇，做好规划内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和规划外项目梳理申报工作，力争我县全面实现固定资产总投资6.5亿元。2013年春耕春播3673.06亩，集中青稞种植2400亩，原耕种植1223.06亩，蔬菜50亩。第一季度牲畜出生10531头脂匹，成活率达98.68%，大畜死亡2531头脂匹，死亡率控制在0.96%，重大动物疫病有效免疫密度达100%。同时做好2013年1026户农牧民安居工程、50个行政村人居环境建设、草原监理站等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对全县13所学校及周边的食品药品进行检查，确保学生卫生安全。组织50名重点人员参加地区组织的4业工程机动驾驶培训，落实社会保险报销工作，
发放乡镇寺庙60岁以上人员养老保险金，加强劳动监察工作，对各施工单位工程档案进行整理，全力做好学生安全返校工作。13所学校开学工作秩序良好，积极开展春季学校德育工作，在13所学校开展新旧西藏对比教育、感档案教育、5个意识教育和反自焚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强基惠民党的18大宣传工作，积极开展328庆祝活动宣传工作，加大广播电视设备检修检查力度，确保安全播出，深入推进电影2131工程，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加快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积极申报巴金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维修改造工程和巴金县文化广场工程，强化文化市场监管，确保文化市场安全。我县江达山传说成功列入西藏自治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全县城镇低保再保户进行彻底的核查，加大执法巡查力度，认真实施城乡规划，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讲求实效，加强监督，积极开展人大工作。全县共有乡镇人大代表289人，县人大代表100名。新起点，开启新征程，新形势，孕育新气象。巴金县在区党委、地委的坚强领导下，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3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8大精神，贯彻落实区地经济工作会精神，落实县委统一部署，紧紧围绕1个中心、2件大事、4个确保，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具有纳取优势，符合巴金实际的发展路子，振奋精神，坚定信心，同心同德，开拓创新，发挥优势，抢抓机遇，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为建设富裕巴金、和谐巴金、幸福巴金、法治巴金、文明巴金和生态巴金、美丽巴金而努力奋斗。扎金总给西在内区，扎金斯罗呢，표기도这股前部的斯罗他，错别啥对强烈的内心，那就是个体下叫他，也门为区对于，强为聪明性经济，咋对想他这内于，那就重叠内积里，你就出去一把他，培养下个前部线不随于，总用强用家最为来拖在米，系统阿家引起撒家的内语境，人均掐进现金长阿的切瓦他，苏龙根吧。几时军了，这里出现嘛？提你有把它，俺控诉重叠送他，相对有把它，全新增创作也当个就我这个，见面不了长，俺这些当出现个就我这有把它，譬如给见面不了长的，也就个就可谈成就短线有，总用所权等于叫送他，当这些支部你他，当支部也都个就可做，当然面呢，你当个就写就写这有把它，总用所落在正中叫送有把它。去路切过别色，就住他，我当看住，盲凭你到实际细节约。你当中意落了，团结人他过日子，我这送到我这居住他，成就我这我就穷他，只当我自己用不过日子，我这个就可惜，立足心不他，心着我面的参与用不过了，我当初的你就谈成就你我穷啊。你当中意落了，容用的团结人他我把钱呢过日子，我这送到人家是就系送他成就西谷。立足心不他，推从谈度呢，也是将我谈成就这松怕的个。跟着谈过差的苦呢，女婿有个制作电领了送中切吧，电领有人lâm路推涨到当年，容用其有人电领用个蒙西沙点式定月。电话接他做那年，团结送没啥交罗西，南村我谈原点检出，按这口定，现在按送结结的，那个苦就lâm路的，按切顿真的。这就是来自讨厌估计lâm路他，那个lâm路你活大对吧他？人爱看见对他，电领南昌建议，恰到lâm路修建的东话。从中听跟另外讨他们lâm路他，乡中听对主义，偏嘴念着，讨他们lâm路提醒不足他不，南边习俗lâm路他，忙错那边民的他，从不切对能最急，明年讨他们这推上到当月，推荐俺他跟送接他。人们是段期落着3对，讨他们习俗lâm路他，跟着藤真切过把西他，兄弟家过把这个，讨他们lâm路节规定东话。只做讨他们村子来兄弟家呢，
昨内区电令대자 용기로 gen송 투바 제유. người他这你国的跟国卡崩起대자 토순了雄论减呢。前的那个比托담切把他，记住他民人动zum切实，提醒联控结束대자 토순超孙呢，却用呢瑞雄米他其中呢用为民那彰显他，透过联团也不准呢，却用呢瑞雄民那他，其中呢用为民呢现在查证节存在让他空的去把切有，记住他대자因内主有多钱不穷有。대자因那么米色一样都请不他，忙错以대자 심我是空多的请有。他咱们托담存在休息当里，我们今年点过去吧。从我谈他这一，公日向他抗战乡土落到了基地西皮的设计做不他，西皮的设计面呢，催我他国吧、老吧，存在去把这个我到了米他我不啷个接了西皮的技巧的所见呢？女有托，我们今年让我共同做呢，超过龙角张生切有。关天老水托담了，他们真要我钱呢，去路卡工运行。电力用就跟送图标，他们前不前边托담比一托，关键组织出给那个他，即前不出给结果，提醒越不顾连着他，跟送你四句团结了规定电力动画，关键车专机四句啰嗦他，听路啰嗦，那不啰嗦节规定电力动画，关键日出机估计往这2位3点多当呢，关键他日出车专机托담你吧空多动画，让总去关键车专男卡着多些结果，没修就给连他。我讲切对机推过往前他，听给俺们冲过说，基础力量了多元单位，切过米修局给连前呢，我的军队电力用局给送图标，给的最新动这了兄弟讲呢，西段电力机可有猛西上不行对于，给的最新民招人民呢，恰当满招我配置的，每点人心的个呢，动这切把他，炸前从民嘛思想起，炸弹最新他就切别炸断过他，给的最新西皮的动这人民经过他。控制动这恰当节拉达那点钱有，给的最新动这里个，这种估计了兄弟加不谈，咸阳、闽南谈、蒙语、扩展所跟送也不钱有。头孙两个熟切了当年，电令대자电不做具体，今年头月闽南的是不是那么钱不谈？你呢头月我不是不是那么钱吧？说呢讲出了都是那么钱吧？是呢대자团结他们真钱不谈。冷弄什么说，把开了为我这了，都给托他们那个也不住吧。盲片吃完也不住的，昨天一盲吹来着，他们真结果。南昌一对个来团，火大个别我谈。年天就过年结个谈，让就将几马脚前边四句话乱不谈。我去年吃个出，推荐个接包谈，吃个离这个课个，他们真抗力钱呢。吃个难去，推个吃这个那个卡谈，吃个没边南昌，先是一托，你说也不住吧。让总去대자军诺的机，即马脚过的同居出谈成就啊，我觉得最难钱有。你当叫什么了？基地木，什么当出现的就团什么谈成就两个出一把谈，贴出那木你当是别对把谈，我才木我就接答有。推荐谈不了就说国产，其实当面俺家什么说几几把谈，虽然才也是过去可别谈，成就出几行吧。就说是国产。你当俺家什么说起希望他，现在也是两个谈成就各种呢，存在钱有。天堂切记，你当叫什么了？kim对切当家们你去资助了，新周边对来着拉达的谈，现在创作我就以没对可以用组织钱有把谈，咱谈德国设计所推个南昌来电卡也不足有。总用起落着叫什么起，你个起啥子谈，免在了西皮的钱呢？落住个缺点对价，爱连钱有。咸阳昨年面呢，我就这种钱呢。是关于这种难为，利息来才出个考虑卡路为哪在长大的难修不着。这座研究若算继续来团结也不钱呢，想装谈，关键落那出去演技、车专机所用研究我这吧。老天能突破10年多为不离针对谈，但给清楚的老师谈，都是爱老师谈，让死了我为前边老师所别具。忙的忙片结果谈，但给朝鲜教一边提着来团顶十预人边呢。苏边你去阶级点点起个吃炸来顿火大给别我谈，讲着认真这阶级，是不是所举手在小当年，大家托举动起就给连钱有，让总去的임시我军体，陪让将将卡西边我们人呢能控所最不着。我从事300托呢，炸前总定义，将等于他10月期3点5这我，中国天主的制作人路，垃圾他在全部真不谈，丁小平去日月雄路谈，全节送机开机工吧。
全力配合单位组织前的，党给组织作业的共团他，将他去年的编交的来团创作的共团，提醒总会的积极入7个节团结要切把他，电话接他那团年眼里时间了，他搞了他们10前呢，中国开局他配个开局，提醒炸前他能去连接点别，若南头就与军强前的，炸前的团委配合一路不他参别头，领导切给他一起杀点，逻辑心机杀鸡断句，连接点别。可cấp thẩm chính chế của này, dựa sức điểm về trả钱他，系统的trả钱，利益点về trả钱，沉重的trả钱，设备的trả钱，提醒健康的trả钱他，制度点về trả钱组织起入，别存火大切线有不着。巴清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是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之一。总面积2万平方公里，共辖10个乡镇，156个行政村，总人口4.3万人。全县由3管有标准化乡镇文化站9个，156个村级文化室，文化活动场地总面积2500平方米。至2012年8月底，共新建成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156个农家书屋，16个寺庙书屋。县文化局是主管县文化艺术、图书发行借阅、文物、文化现场、新闻出版、旅游等工作发展行政单位，下辖10个乡镇文化站，全系统现有干部职工26人。巴清县文化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近年来，巴清县文化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在县人大、县政协的大力支持与关怀，在地区文化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3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2位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围绕建设特色文化大县这一目标，克服困难，开拓创新，狠抓全县文化设施建设，大力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全县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县乡党委政府切实加强了对文化建设的政策扶持与组织领导，对照“十一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完成情况，制定了“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纲要。为了使规划发展思路进一步优化，县委、县政府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步伐，推动全县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安排意见，加强对文化建设的宏观调控与引导，制定出台了切合本乡镇、本部门的文化发展战略，对文化发展中遇到的重大问题能及时深入研究，明确工作目标，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和完善有关政策法规，加强督促检查，确保了责任到位和任务落实。发改、财政、工信、人社、国土、住建、工商、统计等部门大力支持，密切配合，提供各项保障，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等团体联系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作用，动员和推动全社会广泛参与文化建设，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全县积极营造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形成了共谋文化发展、共建和谐文化的强大合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近年来，从国家、自治区、地区、县共争取到资金400余万元，建成了总面积2500多平方米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一、投资100余万元，建筑面积200余平方米的巴清县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并争取配到北门资金200余万元，建成了信息资源共享中心和健身活动中心。二、投资300余万元，新建9个乡镇综合文化站，一个正在修建当中，总建筑面积1000余平方米，并配发了120万元的办公设备，建成信息资源共享中心。三、投资300多万元，建成农家书屋156家和
寺庙书屋16家，并争取国家配套50万元的书籍。4. 为全县60个行政村配套了篮球架、乒乓球台等全民健身器材。在抓农牧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建立了与我县实际相适应的农牧区文化人才聘用的长效机制，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文化现场管理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兴建基层文化设施，积极培育演出、娱乐、音像、艺术品、美术品和网络文化等文化现场，加强文化产业活力和服务能力，确保文化人才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尝到甜头，使文化人才与文化产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大力推进文化设施的综合利用和开放共享，整合基层文化资源，繁荣广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民间民俗文化，积极开展歌咏、朗诵、我的书屋、我的家演讲比赛、文艺演出、书画摄影、陈列展览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每年坚持举办文化、科技、卫生3下乡活动和送书、送科技、送信息、送电影、送书画5送活动。巴青县虫草艺术节、各乡镇举办赛马艺术节等大型系列活动，对于进一步增强全县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鼓舞全县党员和干部群众意气风发地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群众文艺创作活跃，民间业余文化团队发展迅速。在文学创作上，全县农民业余文化团队迅速发展，成立了巴青县民族艺术团，把本地优秀文艺人才召集起来，聘请专业导师，排练出了大批优秀节目。马如香根据本县真人真事排练的《草原英雄不得》的剧目，获得县委、县政府和上级文化部门的好评。据统计，全县每年由县文化局组织的演出场次在20场以上，各乡镇和民间自行组织的演出场次有60场以上。文化产业发展迅速，文化现场经营规范，以资源为依托，以市场为导向，以繁荣文化市场、创造新的文化经济增长点为目标，以抓好文化产业聚集区建设、大的文化产业工作为重点，从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出发，高起点规划发展全县文化产业。截至目前，全县共有各类文化场所9家，从业人数100余人。县文化部门和各乡镇密切配合，深入调研，整合县内优秀文艺人才等文化资源，鼓励多种形式创办演出团体。3是文化娱乐业，重点扶持文化品位高、有特色、
大众化的歌舞娱乐项目，鼓励发展面向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同时，文化部门还探索建立新的适应现场经济规律的文化现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文化现场管理，进一步繁荣发展文化现场，经营规范的文化市场，并定期对文化市场开展不定期的检查，以扫黄打非和取缔无证经营、网吧接纳未成年人、订购销售非法出版物等违法行为为重点，做到每周一小检查、每月一大检查、一季度全县一大检查的现场稽查。每年对全县文化现场进行6次集中专项整治，对文化产业经营业主开办3期法律法规的学习培训班。这些活动的开展，有效地提高了经营业主的业务素质和法治意识，确保了我县文化现场及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资金동규 식물 신부로 참배 군초 뉴순부 김군 개와 매리 롱키 공매 넘주 임바랑아 루군 덴타 호지 첩시 덴주 된도 다키르시 특게 제바 시디 나외 대방 동에 무마세 계지 침송 동다라 슈누 개방 디기 나와르고 최지 탐장 인지 왕부 롱도 덴베 베체준 루니 제베 파덴 가부 토강 콜레 우즈르딕 낭시 이미 잉리지디 주베 사토로 대화라식 당내 그 자체종 자통의 차론 준비 바우도 히게 제나 진도리 니나 등이게 토통게다 랑체리도서 고마시비 디제카게 통천yen 자천부 자천부 땅사부 할리고바던다 이나 로바드 다도서를 인데 다치게 모두스지다 알았어 저게다 그 전체 뒤에게 다 열저도 롱조조 보이 거나 또 이어리 전체 알았어 되네 지대니니 되는 멘다 되다 뭐 디글랑 그 표정을 맞자면 지대니니 노자 알았어 선저이다 오자 디네 롱조조 또자 롱조조 보이 거 건다 세가 내리 거래 노자 지비니 와 롱조조 우치 남바 체스테 또 자리 나서 되네 저다 체자는 저 롱조조 보이 거 노리 그때 나서 니바 제가 나주 산에다 대지에도원 보이 공지에도 보고도 공자리 나서 나주 TV리 대린데 그 민단 주리 대린데 그 TV 신수 그 거치 나바게 제라 체세 디네 파 뭐회다 될 잠시 니자모 그때 니자모티 나주 산에 그디 보이 공포 고도 공나 도자 제 부우든지 나서 덴부게 고 레자모지 랑차테다 집지 케리자모테네 데네 그때 니 내라 땡 예야리 내니 내리 진지 나서 다 니자모도 저저 도자디 나주 산에 보고도 부가 내라 디갈 때니 다 니자모리 진지 그들인지 나서 다도 자천부리 냐세 요번 지그리 다는서 라서 다그 타렌타티 잘 야다테 론조 존리 나주 산에리 보이 konti 가자가 푸 템포 좀 뭐냐테 야보지 노치 다 하치 도레니 다 노자 니자모리 그들인지 알았어 다 제카본 통신노 안데 제결이 노결는 소리도 체게다 판주라메라 제마그 포크라메라 제타모 보리디 로주기 여바도 자친보리 단는 수고는 체게 통신노 냐세 요번 지그리는 수르 바상 또 맞아 동소다 냐세 저 제는 답대 보롱 요 투지 요 알았어 요그 알았어 라제 좀 땅스요 리테기 라샹 리 대기 그다 지나바 통신와래 등마 노지 고 가자가는 좀 노지 되고 고 바친게 수주디 저저 제도다 아래티 되고는 고 대스페테서 저기 뭐냐 타바 투지 제휴지 대외 좀 그바오 그 너무 니시드사 노 니 투지 니키고 집지랑제리 kenokanga no pe keja hyoji de nganya taba tuji chi shi 알았어 자당 토기 탕가르 고부 시베 구시 바오 뼈당니 표시외 징주당 무로 생주 쇼자 동치 자위 미리니 동장 고구르미 코 왕부捐제 인장 파르마 제벌 표지 서지당 족주는 체직 샤요바 당당 기급지 캐닌당
才对顶脚奖能有，他的空气能米当堂师兄的通情堂，谁跟我第几天别错了，龙所举行有。Jaka ngaki bidet di. Trả chiến dụng lúc chính khi lúc cư tổ tư. Trả chiến dụng lúc chính ní. Nhị đông cả mẹ chú mình ngã lỡ. Dụng thảm phá đá. Chỉ lý chương yu bế. Yang xin gà chí. Phở làm thang thủ. Ngôi dụ của chàng ghé của thủ xin. Ghé cấp kì lâm thị. Xung chỉ đứng khi ý đâm nà. Chế nè. Giá trái gà khứ. Mì chủ xí mà. Chỉ chú xung yu thà. Thản đăng ngôi yu lô mà. Chế đông xung đế gà chú thà. Chỉ lệ kì ghen gà đà chú mình ní. Gà chú lệ dù bà cho gà lệ chú bế. Quốc gia nhân đến khi dọn sinh bế mà rìm lúc trên sĩ nhiên. Lúc ra đến này, lúc mà thang mà lúc đưa lâm lúc kì ní xe lúc ra sĩ nhiên xin. Lúc ra thật sự dữ ở trên hóa, gã chế xin. Cô rượu quen là, trốn nà đến bà dọ, lúc chọn chế đối bế, nè khép hạ sĩ đồ trông dư là. Thác bà thủ dọn với thả, dọn mì mà sư chung kì chế thuê thông chính thả, chụp chế gã gỡ vô. Lúc ra, ngã chỉ phá xung thủ, đang kỳ yang thả bế, lúc nhé khá cho cứu thông kì. Gã chế kỳ ghen yong kì su chân giang xin, xiên phiên trò là. Ghen chế sẵn bà thác bế, chỉ cho yong kì đến cho thả, ý chí sẵn một thọc yu. Kỳ với xin nhé nằm, thuê đạc đùa, chỉ cho thô lô đi là, kim đà lưu ý chân bà. Thiếu ai mà về lưu trụ là, thiếu ai liệt bế lâu xuân yong yu, rừng nhé kì lên ghen thủ dì thì. Lúc ra đến nhé, thuê chân quý kì phiêu chung lúc ra tổ công chế đi. Xin trò quý kì, trả chế mì mà kì phú trụ, xe chí thản thuê bế lúc xuân yong yu, lúc nhé ra thiên bình thông chế bế. Lúc nhé ra trùm chế yếu thủ xa wa thọ yu. Thác bà thủ, thử thôn lúc nghe nà, lúc trụ chí kết trụ chú rẻ ngắt hạ giảm, mì ghé nặng xe, lúc nhé thu rìm lúc trả trục trừ chung lý là. Lúc ngã tùy mà, chung yong kì, chính rìm chí lên lúc chế trục trừ nà. Sa này yong kì ăn thang bù thang, yong kì đun chế thủ lệp yu. Thính gặp, mì mà mang xô kì chẳng chế lộp sư đùi bà gà chế rì trò wé gật đi rì. Lộp chế bù chế xô chung kì, thun chế đỏ xa chế chế thang, gà chế kì ghen lệ xô nê chế nè. Rừng chế lệ gà bê zun kì, thù rà kì trú thang đu nè, gùn zên thang, xa đu nhan thủ chế đi. Gùr dư kì bà lập chốt xin, nhé đông gà mê chung nhé lọ. Sa này yong, lúc ra trình chung lúc số lúc trị thọ đám lọ. Yu ngư kỳ, thôn đu kỳ khé ngang gong chua chế xin. Thiên kỳ thư số, lúc ra lệ cái thang mà, rì bà khóng mẹ, chế thuê tình cho thả, chỉ chua kỳ khé nè. Kim đa kỳ ý chí, khóng thốt xin đi. Lúc ra lệ thương khả, thiên vệ lệ bế, phê ghé kỳ nà bà sang bốc, thọp xin yu.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3条规定，今天晚上举行第6周升旗仪式。第3项全体师生国际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祖国，毛主在民军。 立正，向右转。现在开始，原地踏步，走，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2、6。
请看美丽的八星，八星藏医为大年王帐头，位于向自治区东北部南市区东部。内江上有全县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1959年，巴西人民政府成立限制性治理大区。1960年，限制性治大塘，县府限制于大塘，全县面积。这是巴西绿衔县，我县位于所县与巴西县交界处布朗塘，离县城有15公里，仅靠317国道，是一所全日制、全封闭式的寄宿学校。这张是我校与县往县合并办事处的照片。这是我们学校里的新教学楼。我们的新教学楼比这个大多，教学宽敞又不一样，而且特别的暖和，我们也非常喜欢我们新的学习地方。这是一个三光形和现在一组图片，在这里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些黑暗残酷的专制，而现在在中国注定的向全国人民献之下，所有的体育我们幸福安宁的生活。第一张照片是一位颓废阶层农民，第二张是充当贵族作息的农民，第三张是年纪被挖掉带着10号脚的农民。这是那次举办感谢尼玛县的民间艺术队线。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非物质遗产，如今在中国的英明作下，向这种希望和中国现代发展当中，民间化的有力保护传承。我县科学委员起表示了3个事情，第三个是提倡了3个事情，我现在对此造出影响，感谢医生，谢谢你们。若没有你们，我们极有可能战胜不了病魔，也不会拥有如此强劲体魄。不敌是在1990年批判斗争中，为了给解放军送钱被土匪抓住。土匪想让1961年，党和国家给布迪设了草原的称号。土
社会领导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参与了接见。目的是拿去巴西希拉之人，他是我们巴西人家哦，我们就向他要热爱的热爱祖国。这一代墨迹老人的故事，这一代墨迹的老人就是他。2011年，我们地区10个县区13所初级中学中，我学中考成绩排名第一。我学共有350名同学参加中考，其中306名同学顺利考上吉州立高中，其中有3名同学因为成绩考上内地高中。2011年，我学共有320名同学参加中考，其中215名同学顺利考上吉州立高中。下面是一艘帆船，前额白云横向用字母 B 代表着巴西中学，伴随着上方的蓝天，下方的海浪，寓意着巴西中学在发展大潮中乘风破浪。以前我学着一栋教学楼、2栋学生宿舍楼、1栋教工宿舍楼。如今在党中央及全国各兄弟省大专院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关系支持下，我校去年秋季并置投入使用1栋教学楼、4栋学生宿舍楼、2栋教工宿舍楼以及1栋。这个是黑泥木帐篷。黑泥木帐篷集中非利用木做生产，生活习俗。黑泥木帐篷是藏族传统民居，流行木区，是由牛毛制成粗毛搭成，长长方形。帐底主要高低暗面，四面倾斜结地，都黑色。帐篷是由棚底、自壁、横杆、正杆的构成。数千年来，游牧民族择草而木，随势而居。黑泥木帐篷就是他们家。양식은 세지 수도 를 지도가 아빠도 세지 수도 집이 기름나가 그래서 이거를 요런 뒤 이제 그 가르丰富多样的
来的这个态度，是不是？是。人的情绪有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主要把人的情绪分4类：喜、怒、哀、惊。认识一下，就是这个符号呢，这个符号呢叫高音符号，然后这个呢叫低音符号，然后我们在这个五线谱的上面，我们用的最多的呢。就是这个，我们那个。这个时候距离拉远了，哦。